续来看这件，有这个民众驶特斯拉的新车，载着厝内底的人，为桃园到台北的民生社区要来食饭。离开的时阵，发现讲，伊正边的后车门拍袂开，原来是有不明的人士用迄种3秒胶、3秒的黏胶，甲车门甲车窗拢固一连。整个过程拢互车顶的哨兵模式的感应器甲翕落来咯，嘛将做报案的证据。 手夹雨伞、穿白衫，这个光头的查甫人，雄雄挖近边仔一台车，摕物件伫顾，后来滑头注意走，抑过看一个真照，发现讲这个人手体是3秒高。他这个其实就是压不下去的状况啊。 本来是轻松入落去，就使拍开车门，即摆拢入袂落去啊！迄一天，这个车主是带厝内人去台北市民生社区食饭，车就停伫边仔公园的停车格，想要到要转去的时，发现讲车门拍袂开啊！窗户它好像也有点卡卡的。上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哨兵模式就有记录，我们就是点开来看，就正好就是有看到那个有人去用3秒胶破坏车子。 这个高高的人，恐惊嘛想袂到讲，伊的行为拢互车顶的行车记录器录到，车主随报警，要甲告毁损。这个车安尼，若送去修理，唔知要搁开偌济钱啊？凭照片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损害到什么程度，但是以3秒胶的容量来说的话，应该不可能会对车子造成太严重的损害了哈。所以大部分是清除3秒胶就可以了，外力的损害了哈。所以如果真的机械有故障要维修的话，那当然保固是不会支付的，就要看他保险有没有不明车损可以来 cover 这一块维修的费用。车主伫3月份。 才开200多万买这台车，明明停伫车架内，迄一天嘛无甲别人去冲突，所以不明人士管3秒高。若是送去原厂，真正爱换车门架，恐惊爱过几廿万。即马警方已经找到嫌犯所弹掉的3秒高，将会继续追查，希望讲赶紧将这个人甲找到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